是哪个？这里。原来是你呀？是你吗？是我。来，我看一下。哇，你真的拔了？那你好勇敢啊！想吃什么？想吃蛋糕吗？给你爸爸去买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爸爸去买蛋糕去好不好？好，走，我们很勇敢。按下来。好紧张啊！他这个小朋友才2岁，他其实年龄还有点小。虽然是一个很常规的手術，但是要給他做好，又不能出血，也不能讓他痛，還是有一些挑戰的。哦，他還蠻大的。那我就先把切口做出來了，把上集再暴露一下好嗎？幸好不是包埋型的，我還挺擔心，如果是包埋型的，它比較痛，到時候很怕它有出血啊什麼的。李老師的要求是最好不要見到血，還是盡量靠近它的扁桃體，它太小了。可以先把下集斷了，好，然後再往上勾。斷下集，然後我們往上勾。斷的時候要小心這個管子。好，我下集已經斷了，然後現在上集沒有斷得很徹底，快下來了，切下來了。下集是完整的了吧？你看一下呢。很好，管子裡面沒有血，沒有一滴。好像也不出血。李老師，哎，等着你呢。我看一眼，我看一眼，自己做的。玉明出品了，沒有出血。對於這種喉科醫生來說，顯微操作要求很高，而且玉明啊，他是天生的穩定的手，所以呢，他在顯微操作這方面有自己的天賦。同時呢，他在臨床思維這方面也得到明顯的提升，對於患者的病情的了解，也更加很好能夠分析好結局。同時呢，他自己的這種優點，就對病人的耐心啊、關愛的情況，我們也看到得到了很好的一個發展。